嗱，你講個3年期嘅美國債息、5年期嘅美國債息同埋7年期嘅美國債息咧，其實而家已經高過個10年期美國債息㗎啦。咁所以即係有個孳息曲線倒掛嘅現象咧，已經開始慢慢係醖釀，同埋喺某啲年期嗰度出現咗。咁通常孳息曲線倒掛咧，大家都話哇擔心啦，美國經濟衰退啦，係個衰退嘅先兆咁樣啦。嗱，不過我哋嘅睇法咧，就係你睇翻上個禮拜，舉個例，美國公布最新嘅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咧，其實跌到落去50幾年嘅低位嗰度。另外，若果我哋睇標準普爾全球採購經理指數啊，或者 ISM 調查呢一啲經濟嘅先導指標咧，其實跌咗幾個月之後，3月係回升翻嘅。咁我哋會見到幾多嘅經濟先導指標，其實暗示住個經濟咧，美國經濟喺未來大約6個月嘅情況底下，其實仍然有啲穩健增長嘅支持信號喺度。所以你話經濟衰退咧，其實我哋會覺得個疑慮係升溫，但係需唔需要喺未來半年咁緊張，覺得個戒心真係咁大咧？睇就唔係咁需要。咁所以我哋會覺得喺個經濟繼續擴張，企業盈利繼續保持一個增長啦，即係全年應該企業盈利繼續有增長嘅情況底下咧，呢啲會支持住，始終係美股嗰個基本因素咯。所以點解我哋頭先同你講話啊，縱使我哋調低咗全年個標普500指數嘅目標都好啦，我哋其實仍然即係覺得全年嗰個單位數嘅回報咧，係繼續有機會會出現咯。